中国国台办的网站增加挺发台独分子的专栏，是甲副总统萧美琴等10个人列入名单，而且佫有提供举报的批箱。咱的立委会就批评讲，安尼做是制造佫较侪两岸的交流障碍。民啊笑笑，甲大家做伙翕相。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亚洲鸟科大复兴纪录片首映会，挺动物保护。不过，中国国台办的官网最近新增加依法定治台独顽固分子的专题栏目，列出包括萧美琴、顾立雄等10个台湾政治人物，佮提供举报信箱。嘛，伫名单内的陈椒华是讲，唔惊中共敢若恶毒共款的恐吓。中共在恐吓，然后找一些人当作箭靶。我们支持台湾，支持民主，守护台湾，守护民主，不用去害怕这种帮派式的恐吓式的做法。立委会批评对华相关的做法，对两岸交流互动制造更加侪障碍甲伤害，呼吁应该爱做有助良性互动的工作，这才是正道。学者是分析，中共毋若伫典宪发布定治台独22条了后，持续有所作为，佫开始对台湾法律战的延伸，增加举报信箱是要列出什么叫做属有台独行为的要件。举报信箱这样的动作来去累积对于所谓的台独分子的条件或者是行为，何谓是成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样的一个要件，来做一些设定。学者认为，这个名单拢是较早已经发布过啊，除了建构样板，嘛要降低咱台湾社会对电解台独的负面议论。不过未来也是有可能有人继续会互人列入，强化对台湾政治施加压力。记者综合报道。